喂，後波，而家5副啊，華叔先生我同我哋取 Sir 帶領呢個超級5副隊，落後緊11-5，華叔先生 ，OK， 11-7即時還以顏色 ，OK， 風老師，交俾我哋 Luca， 我哋阿康，復出即巔峰，籃板。喂，Sir，會快啲傳啦，危險啊，危險啊！哎呀，11-7啦，而家好波，有啦，哦，14-7啦，一個溫啊，14-7，徐老師快啲！我哋要扭轉呢個局面，3分 ，Answer， 哇！14-10啊，14-10，好緊湊，好緊湊，好緊湊。繼續，冇 call 就繼續，1對1。OK， 4-2， 14-12，而家14-12啊，好高效率啦，兩隊都。阿康已經入咗2球3分㗎啦，威士係4分，假嘅，再嚟，女卡卡，風老師凍晒啦 ，OK。哦，呢球要追平啊！呢球可能要追平啊！呢球，風少，唉，冇事冇事冇事。邦老師交俾 Luca 喺我哋徐老師，哇！喺我哋徐老師面前攞分，16-12， 4分波，冇問題冇問題，4分波4分波，16-12，我哋呢個超級5副隊。OK， 又係你華叔先生，有籃板，哎呀，阿成啊，天成啊，又係 Luca， 又係徐老師，哎呀，好彩今次唔入。自己急停跳射，哎呀，差少少啊，框嘅問題啊呢個。威射，大鑊 ，OK，Luca，阿康手感火熱啦，凍晒啊，連續入咗1球之後 ，OK， 繼續第3球3分，16-12啊，落後緊4分啊，我哋5副隊，我哋呢個。珠澳5副隊，哇！太犀利啦！16-12， 4分波，華叔做個 pick， 3分，籃板，好關鍵呢個籃板，哇！天成將功補過，繼續假嘅追嚟，有啦，6-4， 2分波，好緊湊啊！係，冇錯，6-4啊！兩分波，威 Sir 4分嚟嘅，差少少，1打4，可以噶。等埋天成先，係啊，取上入嚟，由呢個鏟再鏟，分俾華叔先生，睇到定一定 ，OK， 急停跳射，華叔嚟個 pick， 搏到犯規 ，and one。冇晒辦法啦，已經防到最盡啦，已經防得好靚啊，Luca，唔關你事啊。6平，16平，又重新講價啦，從頭嚟過5分波，冇事啊。有㗎，好有信心，7板。
阿康繼續試就有㗎啦，冇問題㗎，信心問題咋。天成有㗎，3分籃板，哦，取射呢個籃板，哎呀，威射搶斷，方老師2打1，攞卡卡防得靚，防得切，交翻俾我哋啊，康少會唔會繼續選擇3分呢？好啦，今次佢克制咗少少啦，靚。OK， 哎呀，實食冇之下嘅2分居然啷咗出嚟啊！16平啊！16平，16平，5分波，好關鍵。華叔先生由東岸跑到西岸都仲未接到波。華叔先生會唔會交俾華叔先生？哎呀，華叔好失望啊，領晒頭啊已經，隊友唔信任啊！3分有啊，信心，哇，犀利，好緊張，交翻俾馮老師定一定先，冇問題，對住華叔先生唔敢過噶，3分唔係傳波嚟嘅，又係喺我哋取上面前，哇，碌架搞乜嘢？86 18 16輸2分。18 16 18 16啊 ，Luka 好犀利啊！呢場啊，好啊，冇辦法，冇辦法，冇辦法，呢啲正常嘅犯規戰術，呢啲冇問題。馮少標誌性嘅中投咧，唉，俾華叔擋咗啊！咩華叔擋咗啊？3分絕殺，3分絕殺，哇！哇！3分絕殺，哇！犀利，犀利，太過有信心啦！我都話你有就有㗎啦。